食饭时间，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，来看到饭店找总铺师办古早味的板豆菜。因为古早味的板豆菜真够工，慢慢失传去。饭店推出经典的手路菜，有红牛、牛奶茶筋，也有秘诀金鸡，食食通拢特别爱这味。台湾的口味经典的料理，也有饭店把传统铁板牛排变做高级的饭店倒菜，推出这个卤肉饭的套餐，要把传统的好滋味变做招人客新出头。 3罐红卤酒甲宰落，用大火来炒风仔鸡，油鼎内底炒到香香香，逼出这道正香的鸡酒香气。这就是传统的手路菜，秘制金鸡。甲猪脚筋甲铺甲金酥金酥，再紧的甲起鼎，再小可甲放互冷一下，再搁甲迄入去有传统老味的红牛奶粉泡在牛奶内底，等牛奶芳开烧到饱的时阵，再搁来料理。这路就是强要消失去的台湾菜。 红牛奶猪脚筋，到饭店找总铺师来，要来呈现这个古早味板豆的怀旧老滋味。它的味道完全是保持住了，但是它把它比较精致化。以前的食材可能没有那么多，吃起来味道都很道地，真的跟以前那个30-40年前，大概40年前吧，那个感觉啦，那个菜出来的那个感觉跟以前是一样的。古早味是安实际上啦吼。 伊迄个拍度一定要有够，这上重要吼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唔惊人食才会好食以外吼，你的酒的量迄个嘛无共款。甲即摆板豆无共，遮主打的是古早味，用料实在佫澎湃，这个互人真少年的老滋味，互人学到甲会得志，嘛互各大饭店咱这个台湾味当咧施行。亲像君悦饭店，甲传统的台式铁板牛排、鸡排套餐，放上关卡的饭店桌顶。 要来打造出有台湾味、西餐开口的 feel， 福阳饭店搁来杀出有卤肉味来斗打深坑仔臭豆腐的鸡仔煲，正讲台式料理来甲拼一下。这道台式口味会使讲是好食单调，搁着滋味，不怪嘛，正做饭店诱人客的套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